小冉，姐姐，姐姐，司马将军，这孩子怎么样？这孩子龙精虎猛，是个习武从军的好胚子啊。寡人有意将魏冉交与司马将军，带到军中亲自调教，你觉得如何？姐姐，小冉从小志向就是奔赴沙场，建立军功。大王亲赐小冉良机和这身盔甲，姐姐切不可阻拦。可你年纪还小呢。谁说的？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沙场的确凶险，刀枪无眼，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带他从军，芈月是要慎重。臣妾庇护得了他一时，庇护不了他一世。他身为男儿身，当早日自立自强，建功立业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请司马将军收下他。芈月，快快请起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芈月既然信任司马错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小公子，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去从军，就真的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能够为姐姐和魁姑出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2个月后，萧冉随司马错离开咸阳，你们为他准备行装吧。谢大王厚爱，谢司马将军照应。都是马字，这是赵国的马，魏国的马，这是我们秦国的马。真的，果然每个国家的马字都不一样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争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，难。也未必。大王看，韩、赵、魏是不同国家，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。韩、赵、魏原来同属3晋，自然共用晋国文字。后来3家分晋，他们有意把文字做出种种区分，所以这3国文字虽然相似，却也不同。西周之后，诸侯分裂割据，攻城略地，自建障碍，造成了交通、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不同，为难了别人，也为难了自己。那年，王后嫁入秦国，半路病倒，我在药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楚国文字的人，却因为度量衡不一致，他不肯卖药给我。他也两难，不卖给你是误事，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。不要说国与国之间，寡人这些年来，在秦国的属地，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。听说那些被楚国并吞的小国，刚开始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，并入楚国之后，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。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，后来渐渐习惯，竟也觉出种种好处。所以，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后怎么样？快端出吸气，吸气，用力呀！快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使劲儿！大王公公，
我没力气了。加把劲儿，王后用把劲儿，快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使劲儿，看见头了，看见头了，快出来了！热水，快让山王不停地烧热水。好，情况怎么样？快升了！药的怎么样？大王，王后怎样？王后生产顺利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王后，坚持，使劲儿来了，使劲儿啊，王后，使劲儿啊！用力呀，王后！剪子！生出来了！是男孩女儿？恭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生了，是个公子。恭喜王后，贺喜王后！快，抱去给大王看看。是，快，是位公子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王后生了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均安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喜喜子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寡人终于有了嫡子，这是寡人的嫡子。大王，给王儿赐个名字吧。寡人都想好了，就叫荡儿吧。荡之从汤，乃纪念成汤之意。荡字又有荡平列国之意志。王后看如何？臣妾谢过大王赐名，荡儿一定不负大王苦心，为大秦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。好。夫人，大王给王后的儿子赐名了。赐了什么名？荡。荡。纪念成汤，荡平列国。是。记得当年夫人生公子的时候，大王给公子赐名华，说是光华璀璨，是爹娘的骄傲和珍宝。听起来，并不比那个荡字差呢。什么光华璀璨？什么爹娘的骄傲和珍宝？说的再好听，也只不过是个爱字，不是嫡子，更不是纪念成汤，大平列国，深渊期望的储君。大王会立王后的儿子为太子？你以为不会吗？大王只是跟我们这些人玩了个文字游戏罢了。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立华儿为太子，只是我傻，不仅盼着华儿当太子，还一心一意的等
等着大王立我当王后呢。夫人，别过于伤心了。此去秦国，路途遥远，且不说高山峻岭、强匪流寇，就是外边的严寒风雪，也会要了公子的性命的。子歇要去秦国寻的人，比子歇的性命更重要。老伯，你们放心吧，子歇已经想好了。既然公子决心已下，那就求上苍保佑吧。这点钱帮不了公子什么，就算一点心意吧。老伯对子歇恩重如山，如来日有机会，子歇定会报效万一。大王，今日我去看姐姐，姐姐为大王给蛋儿取名而欢喜至极。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？谁人能不喜欢？哦，对了，大王，上次与大王提起唐夫人节俭，把每日省下的灯油一点一滴刮下来留用。昨日内府突然派人给唐夫人送去了10斤灯油，惊得唐夫人对着内府的人直抹眼泪。寡人为太子时，唐夫人就跟在身边。寡人理当善待老实人。我近来还知道了，宫里的烹饪高人是谁？谁呀？魏良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大王每次去魏良人那里都要用膳，去别人那里大多只是坐坐便走了。可见魏良人那里最让大王动心的是饭食。你这个小丫头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说宫里的事，说点别的。说什么？说说你的子歇如何？那只是些小儿女的故事，大王又不是邻家老伯，听起来只怕会无趣。那今日你就把寡人当成邻家老伯，如何？邻家老伯，那邻家老伯就猜猜，我与子歇是怎样相识的？月儿喜欢逞强，只怕不打我成交吧。我自幼常常在宫中与人打架，但子歇从来都是帮手，不是对手。我与子歇的缘分，还是从我在膳房给弟弟偷糕饼开始的。皇歇谦谦君子，却要跟着你当小贼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偷糕饼算什么？子歇跟着我，不仅在宫里偷瓜果，还偷草药，还曾把南后的后花园给翻了天了，连那宝官都被我打伤了。宝官是南后的侍从？那是南后的护院狗。护院狗？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利，征服人心难，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
大王，大王晨起习武，芈月来陪。今日寡人免你早起。芈月睡不着了。那就替寡人更衣吧。是。小冉，姐姐要将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这是当今世上难得一见的《孙子兵法》的全卷。它既能教你领兵打仗，也能教你处事做人。战场龙血玄黄，有空多读一读，比带个先生在身边还有用。姐姐放心，做男儿铮铮铁骨，定不辱没姐姐对我的期望。大王，喝茶。寡人累了，不看了，陪老伯说说话。老伯想听什么？老伯还是想听听你的子歇。还说？每次都说他，都说了好多次了。老伯还没有听够，你就说够了吗？再说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知道吗？子歇曾答应我，说这辈子只要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为何有此承诺呢？那年我生辰，魁姑给我做了双绣鞋。魁姑的女工是宫里1等1的好，那双鞋子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可那日正巧赶上下雨，我便将鞋子揣在怀里，赤着脚走路。子歇在公道上碰到了我，心痛至极，他硬要我把鞋子穿上，背着我走。他告诉我说，这辈子与我在一起，一定要让我总有新鞋穿。
如若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你们两人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双，可惜了。寡人将你视若瑰宝，绝不要一丝一毫的勉强。睡吧。王后近日胃口可没有前些日子好了。奴婢让膳房用野山鸡熬了肉粥，王后尝尝。大王至今都没有临幸芈月。王后，王后，给我吧。小丫头，在动什么鬼心思？是不是趁着寡人喜欢你，想多求些恩宠？是，也不是。寡人恕你无罪，说来听听。芈月一心想抓住那个指使一群人袭击王后迎亲车队的主使，以大王的智谋，应当早已心里有数，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你知道下棋最忌讳是什么吗？心急于攻。
得子而不得势。要学会走一步看十步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寡人答应过你，定不会让那人逍遥法外。但此刻一招疏忽，就可能坏了寡人的全局。行了，说说别的吧。大王想说什么？还是你的子歇。今日不说他了。为何？我想说的子歇，都已经说完了。当真？过去提起子歇，这胸口总是满满的。如今，倒是觉得空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各自歇息。快清明了，明日一早，寡人要带你去个地方。知道你在山崖边给黄公子建了土坟。前不久，寡人让母监把坟迁到这儿来，也好方便你时时祭拜。你放心，里面的东西没有丢失。当初，黄公子定把此物看作瑰宝，寡人也同样珍视。既然心目已建好，还是由你把这东西放到墓穴里去吧。子歇，大王给你修了新墓，以后我年年都可以来看你，你再也不会孤独了。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，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。魏后待你刻薄，难道你父王也待你不好？父王，父王待月儿再好不过了。
如何是好？父王是育儿的大老虎，我是父王的小老虎。嗯，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，我觉得父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很寂寞。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，还给父王捶背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。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大老虎，你真的背我？君无戏言，来吧。小老虎可是有点分量哦。嘿，不重，不重。大老虎的脑袋，我摸的；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胡须我也摸的。做小老虎真的有那么好吗？那是，做小老虎自然好。小老虎比大老虎还威风呢。那大老虎要跑快一点啦。还要不要快一点？大老虎快跑！准备好了没有？下来吧，小老虎。大老虎背不动了，给寡人铺床更衣吧。
元前318年，芈月被册封为八子，为比中庚，禄至千担。从此，芈八子成为他一生的名字。月儿本以为，即使与大王同屋而眠，也不过到此为止。谁知孤男寡女，同屋不同榻，若不是太无情，便是用情太深。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。姐姐，姐姐不会因此责怪芈月吧？大王看重妹妹，林姓妹妹是早晚的事，姐姐应当替你高兴。王后，可以歇息了。王后若不想睡，奴婢陪您说说话。姑姑先去睡吧。是。姐姐，我和樊长史都生了儿子，大王开恩，上个月才刚刚给我们继升了一个长史的分位，却比一个承宠没几天的人还低了2阶。自打我进宫起，也没见过大王如此专宠过一个人。先王后与大王也算是恩爱，可是大王对他也就是相敬如宾罢了。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。王后生了儿子多少天了？快2个月了吧。王后生了嫡子，大王去交房殿，去了几次？听永巷的人说，也就4、5次吧。3次用膳，还有1次是路过那儿，顺便进去坐了坐。王后生了儿子，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。眼下正是需要人怜爱的时候，大王若是乱了分寸，惹恼的不该是你。等着有些人心里长芽吧，用得着你我着急吗？我倒是希望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，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。姐姐说的对呀，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这香焚到现在才觉出好来，要有点耐心。八子，大公主，我来马厩多次，总巴望着能碰上你，可次次落空。今日大约日头打西边起的，你可终于露面了。这些日子我心里面正想着你，只是不得功夫去你宫里看你。算了吧，宫里人都知道父王对你宠爱有加，日日传旨要你侍寝，你心里哪还有我梦莹？别人说我也就罢了，反正他们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人。若大公主你也如此说我，还让我怎么做人？好了好了，说来说去反倒是我的不是了。说到底，上次我帮了你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大恩不言谢，大公主受芈月一拜。
那我就受你这一拜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父王啊！你父王已经让司马错将军带我弟弟魏冉从军了。这个我早已知晓。除此之外就没别的啦。还有什么？你说呢？你父王当然很好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其实那次魏冉之事，我心里想，这大约就是缘分。我知道我父王心里定是有你的，可你心里有没有我父王，那就难说了。若不是因为魏夫人他们作怪，你大约也不肯低声下气去求人。你不去求我父王，又怎知你在我父王心中的分量？怎知我父王的好处？好啦，看你这嘴厉害的，我怕了你还不行？我这么帮你，反倒让你怕了。你若真想谢我，陪我去见个人，走吧。好。梦莹，你来了。姑母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姑母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芈月。拜见迎夫人。雍大人，大王大婚时曾见过，上次王后在后花园训斥国美人的时候又见过，今日相见，却看上去很不一样了。当然不一样，如今该称他为芈八子了。哦，我都忘了，你们早就认识，那就都不是外人了。坐下来，你也喝一杯吧。看来你还真不会饮酒。都说琴酒性烈，果不其然。这女儿家一定要学会饮酒，它是忘忧药，能陪你一辈子，不离不弃。芈月，你可见过天底下有比我姑母更潇洒的女子？都说大公主是迎夫人养大的，我看大公主和迎夫人真的比母女还要相像。夫人这里余音绕梁，但雍瑞府中还有杂物未料理妥当。既然夫人有他们二人陪伴，雍瑞暂且告辞。饮酒赏歌何等的雅事，你却用杂物二字来烦扰自己。也罢，你就去吧。夫人，告辞。梦莹，替我送送雍大人。哦，是。好一个芈八子！当日我就看出，大王迎娶的处女中，唯有你是最不安分的。夫人的话令芈月战战兢兢。你小小年纪进宫不久就得此位分，可见得你在大王眼中的分量。我听说大王已经专宠你2月有余，宫中因此废议。芈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望夫人指点。如你这样的情况，并非宫中第一人。先王后和当今王后，他们出入宫时，大王都专房独幸了3个月以上。妻者妻也，王后是大王唯一正妻，平起平坐都是应该，专房更是无理由挑剔。你明白就好。除了王后、魏夫人、国美人承恩，最多也只不过就是10几日的功夫，魏良人就更少了。大王历来都是我行我素，但是大王对你的专宠，都快赶上王后了。
这让有些人看在眼里，心头早已滴血。芈月，别无他念，只想好好侍奉大王。能侍奉大王是你的福分。当今世上，既有心性又有姿色的女子，大多都是宁愿做褒姒，也不甘做无颜的。你要当心，恃宠而忘形，树敌太多。虽然说后宫之事也应该由大王来定夺，但是大王的心思多在前朝，并非总能关照后宫。要想平安多福，就要收敛心性，懂得进退。谢夫人指教，芈月字字铭记在心。起身吧。谢夫人。其实，我想让你记住的，就是2个字：分寸。是。姑母，梦莹，你回来了。梦莹啊，芈八子是头一次到我这儿来，你快带她到我这北郊行宫四处去看看啊！走。谢夫人。去吧。刚刚姑母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只是家常话罢了。邢夫人豪爽，心思如同男子，举手投足更有大丈夫之气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很投缘。哎，雍大人怎么会在邢夫人这里？雍大人常常看望姑母，他们的情分已不是1日2日。能看得出他们彼此是体贴知己。姑母一生艰难，但很洒脱。我从小便想学做她那样的人。夫人，大姐来了。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姑姑，给大监倒水。啊，不必。八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一早起来，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。请太医看过了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只是小病，养1、2日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坏了！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呢。芈月福薄，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劳了。这……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满，长得跟大王一模一样呢。他父王指望他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呢。啊，是啊。怎么了？当儿想必是饿了，让奶娘抱去喂喂吧。是。好了好了。小公子都满2个月了，大王也没来用过几次晚膳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可奴婢听说大王几乎夜夜都召芈月去承明殿呢。今晚侍寝的又是他。我月子里的时候不能侍寝，芈月替我侍奉大王。如今我刚出月子，芈月多陪些大王，也是她的本分。只怕有些人的心思在本分之外呢。好了，玳瑁姑姑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争，但是不能因小失大。当儿刚满月，大王就令魏夫人把主持后宫的大权交还给我，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。如今大王指派芈月主管整理我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她日日在书库，也算恪尽职守。好不容易有几天太平日子，你就不能让我耳根清净一下？奴婢知道了。姑姑，其实
母后把你指给了我，你的心就全在我这儿。入秦宫这1年多，你跟着我吃尽苦头，姑姑对我的好，我心里岂能无数？只是有些事情，姑姑还是少说话。我不是糊涂人，应当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后这么说，奴婢心里就踏实了。拜见王后。何事？大王让小的来传话，说今晚到王后这边来用膳。王后您快准备准备吧。大王今晚要来？是。可是大王今晚不是召芈月侍寝吗？哦，八子病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要来，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。是，奴婢亲自去膳房，让他们备些鹿肉。鹿肉属纯阳之物，补脾益气，温肾壮阳，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。奴婢去准备了。大王，这鹿肉是照楚国的方子炮制的，您看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外面焦脆，里面鲜嫩，鲜美异常。怎么，还有些野山菌的回味？这鹿肉要先腌制再炮制，所以味入肌里。这野山菌是臣妾特意交代御厨，先将野山菌熬成汤汁，待肉炮制5成熟的时候，淋浇在这鹿肉上，所以才有这滋味。王后真是聪慧之人，一块鹿肉也能做出奇巧花样。臣妾愚钝，只是尽职而已。好了，寡人吃饱了。大王，臣妾近日重新开始打理后宫事务，好久不接手，都有些生疏了。再加上当儿才刚满月，臣妾想，要不让芈月帮臣妾料理几日？芈月的确聪明能干，不过眼下芈月正带人整理王后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哪里还有空闲？再说，后宫事宜均是王后分内，不行，让孟昭氏帮你吧。那就照大王的意思办。好了，不早了。大王今晚……芈月病了，寡人要去看看她，之后回承明殿打理政务。恭送大王。王后，姑姑有话就说吧。你留不住大王的人倒也罢了，怎的把手中主持后宫的大权也要随意送给他人？这权是我等想送就送得出去的吗？后宫的权给谁不给谁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。姑姑难道没看出来？我只是试试大王。大王方才的话，你也都听见了。夫人、姑姑，你们快看，好看吗？按照昨日夫人给我们出的主意，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在袋子里，做成这个小灯，在外面照路，挺管用的。果然是好。好是好，但这布袋是麻布做的，透光不好。你们等着，一会儿我用个薄薄的纱布给你们做个大大的纱袋，然后一起去荷塘边多捉些萤火虫，那才叫碧光莹莹呢。这主意不错呀，给寡人多做几个，送到承明殿去，让寡人也沾沾你的光。大王，免礼。大王，
怎么有空来了？寡人听说你身子不适，特意来看看你。看你又能捉萤火虫，又能做沙袋，看来不是身子不适。仙儿慧儿，还不快去将新煎好的金银花水给大王端上来。是。大王恕罪，这2日忽冷忽热的，月儿的确是常有头疼脑热的时候。你这点小把戏，哄得了别人，哄不了我。说实话，你是厌烦寡人，还是厌烦寡人的成名店了？大王待月儿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我哪敢说厌烦2字？只是宫中的姐妹甚多，大王也该分些恩惠给她们。你呀，你一向率真，这话不像是芈月的话。谁教你的？啊？无人教我。前不久，你随梦莹去见过莹夫人，定是她的主意。哎，我这个姐姐样样都好，就是爱多管闲事。燕王派使节来提亲，你等如何见解？大王，燕国在6国之中属于平庸懦弱之国，国土面积不大，兵卒数量不及魏，车骑数量逊于赵，军粮储备也难望其之项背，而刀剑器械不及韩。燕国并无一技之长，与之联姻，与我秦国毫无益处。大王，大良造此言差矣。燕国的确国小势微，北有山戎侵扰，南有齐国虎视，但这也正是燕国一心要与我秦国结交的原因。若燕秦2国联姻，南可以联手抗齐，西可以牵制东胡，大大缓解我秦国的后顾之忧，既是举手之劳，又是明智之举，为什么不呢？张子之言甚是，秦国对外该实行远交近攻之策。那燕国距秦国千里之外，与秦国并无直接冲突，而东胡和齐国与秦国为敌多年，若能联燕抗齐，乃上上之策。看来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成明殿议亲。是。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呢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呐。希望燕国不是太远。这燕国啊，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。冬天下很大的雪，那儿的人呐，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。这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？脖颈子痒了。姐姐，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，可大良造仍然不肯把符节还给咱们。我问他，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？他竟然说，那就告诉大王，说符节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让强盗抢了去，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要不你我去大王那儿出手他？妹妹糊涂啊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？姐姐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不过倒是可以借此吓他一下。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先生息怒，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
出卖先生？暂时还不至于。即便他在符节之事上能够洗白自己，不过谋杀王后也是掉脑袋的大罪。但眼下一群人故意为难人，他们只要粮食，不要钱财珠宝，还说拖的时间长了，要把500车粮食变成800车。什么？800车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此事恐怕凶多吉少。这符节大约是要不回来了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。月儿，你这是在找什么呢？上次王后送了我一套紫玉鎏金的首饰，怎么找不到了？你找她干嘛呀？听说燕国来了使者，给梦莹提亲，梦莹待我十分真心，我也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她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那套首饰太贵重，我怕香儿他们粗手大脚的给弄丢了，就特别给收了起来。你要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那也不急，我还想亲手给梦莹绣一套嫁衣，当然，这事定离不开姑姑的帮忙。你呀，还是忙你那些书简吧。嫁衣的事儿用不着你亲自动手，样子我和你一起商量就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这个金锁片十分精致。那麒麟做的跟活的似的，的确是好。姐姐的当儿已经快100日了，我想把这个送给当儿。麒麟为人宠，象征吉祥，王后定会感念你有心的。当儿，当儿，姐姐你看这金锁片可好？当儿，当然好。前日大王赐给当儿一个金锁片，按理说也是1等1的，还抵不过你这个精细雅致。大王定是想把好东西留着慢慢赐给小公子，渐渐比过去越来越好，要不哪会有惊喜？当儿，来，我抱抱。哎呀，小公子好重，哪像100日，倒像是周岁的孩子。当儿，能吃能睡，格外调皮。这才快100日，奶娘都快弄不住他了。我们小公子是大王最宠爱的嫡子，哪能跟一般孩儿相比呀？奶娘，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。是。来。姐姐，你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了，正让人抄写成秦文。从楚国带来的越人，有的在路上被一群人所杀，也有的失散跑了。我求雍瑞想办法，从宫外新招募了几个，还不知好坏。姐姐有功夫去我那里看看。你做事我自然放心，我这里也忙，后宫的杂物拎起来针头线脑，放下去又千头万绪，再加上有当儿。姐姐，你这是推辞还是实懒？瞧你说的。好了，我若有空就去你那儿看看。姐姐，千万不要因为针头线脑而与我生分了。那是当然。那妹妹先告辞了。哼，我们王后什么没见过呀？一个金锁片子，显摆什么？姑姑嘴上积点德吧。就凭芈月，哪里拿得出这样的东西？定是大王赏赐给她的。芈月侍奉大王多日，
得些稀罕宝物，也是他的本分。只是什么？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只记得凡是我有的，定是他没有的。只有我给他东西，何尝有过他给我？